佢本來係個小頭目，後來因為演咗個配角，開始接觸娛樂圈。曾經風光無限嘅時候，因為經濟唔太好，佢想靠賭錢嚟擺脫困境，但最終越陷越深，最後傾家蕩產。就連以前嘅老友都對佢冷眼相待。喺還清晒所有債之後，經過10幾年努力揾錢，佢依家終於過上咗安逸嘅生活。佢就係和合圖社團嘅大佬大 B 哥。相信睇過古惑仔嘅人都識佢。大 B 哥原名吳志雄，1953年年底出世喺港島牙菜坑。相比起香港嘅繁華，牙菜坑只係貧民區，大部分人都係住喺簡陋嘅鐵皮屋，生活條件相當艱苦。吳志雄嘅屋企人都係社會底層嘅工人，雖然屋企好窮，但佢父母卻有多生細路好養老嘅觀念，一口氣生咗8個細路。養一個細路唔係容易嘅事，雖然喺嗰個年代養育細路嘅成本唔似依家咁高，但衣食住行都要靠2個底層工人嘅收入維持一家人嘅生活，真係唔容易。所以吳志雄讀到小學2年級就冇讀啦，成日喺村裏村外遊蕩，無所事事。嗰陣時香港嘅黑道勢力非常猖獗，尤其喺貧民區更加明顯。吳志雄嘅父母因為工作繁忙，冇時間理佢，因此年少無知嘅吳志雄就跟住古惑仔嘅腳步加入咗社團。1966年，年僅13歲嘅吳志雄去到銅鑼灣一帶活動，加入咗當時叱咤風雲嘅和合圖社團。當時有個叫傻佬泰嘅人物掌控住和合圖社團，傻佬泰人稱灣仔皇帝，佢嘅地位極高，社團勢力如日中天。吳志雄喺傻佬泰手下撈，憑住自己唔怕死嘅性格同重情重義嘅態度，贏得唔少兄弟嘅信任。15歲嗰陣，佢已經喺社團裏面有咗自己嘅地位，仲有一班馬仔跟住佢。為咗彰顯身份，仲特登喺右臂上紋咗隻紅鷹。吳志雄嘅日子一日比一日風光，佢帶領住手下嘅馬仔喺銅鑼灣橫行無忌。佢唔單止掌管賭檔同青樓，仲開設咗酒吧同夜總會，將自己嘅勢力範圍不斷擴大。銅鑼灣嘅街頭每晚都可以見到吳志雄同佢嘅馬仔大搖大擺咁行過，威風八面，連街坊見到佢都要退避三舍。1976年，年僅23歲嘅吳志雄已經成為咗銅鑼灣嘅話事人，手下有上千個馬仔，每次聚會嘅場面都非常壯觀。佢每次出場，身邊都會圍住一班着住黑西裝嘅保鏢，呢種排場依然就係電影裡面嘅黑幫大佬。吳志雄喺嗰陣名聲大噪，甚至有唔少其他社團嘅成員都慕名而嚟，想要加入佢嘅勢力。嗰個年代，好多行業都同黑道社團有聯繫，就好似拍戲嘅劇組，無論去到邊度拍戲，都要俾當地社團收保護費，否則就會受到騷擾。為咗避免麻煩，好多劇組都會直接請當地有勢力嘅黑道大佬嚟睇場。TVB 喺70年代就請咗吳志雄嚟為劇組睇場，亦係因此吳志雄開始同影視圈結下緣分。吳志雄第一次為 TVB 劇組睇場嘅時候，係喺拍攝《狂潮》呢部電視劇。劇組初時都有啲擔心，拍吳志雄呢個黑道人物會帶嚟麻煩，但拍攝過程中，吳志雄表現得非常專業，唔單止確保咗拍攝順利進行，仲幫手解決咗劇組同當地其他勢力嘅衝突。因為呢次經驗，吳志雄同 TVB 嘅工作人員熟絡起身，甚至被邀請客串電影，例如《網中人》等。後來，吳志雄因為拳腳功夫唔錯，被邵氏電影公司邀請加入劇組做武師。咁樣一嚟，佢一方面喺劇組拍戲，另一方面為劇組睇場，雙重收入令吳志雄嘅生活過得非常滋潤。物質上，吳志雄已經好滿足，但感情方面，佢仍然係單身。不過好快，佢嘅緣分就嚟到。嗰日，吳志雄喺茶樓食點心，見到茶樓裡面有個服務員，雖然只係普通職員，但言談舉止溫柔爾雅，睇起身非常賢惠。儘管吳志雄係個古惑仔，但佢骨子裡對傳統家庭觀念非常重視。經過堅持不懈嘅追求，吳志雄終於追到呢位服務員。1980年，吳志雄嘅女朋友為佢生咗一個女，
兩人亦步入殿堂。結婚之後，雖然生活上算係富裕，老婆想要乜嘢，吳志雄都盡量滿足，例如買車、買首飾等等。但吳志雄始終係黑道中人，身上成日帶住大斬刀，半夜接到電話出門係常有嘅事。老婆因此成日提心吊膽，每晚都要等到吳志雄返到屋企先瞓得着。有一次，吳志雄因為社團糾紛半夜出門，結果俾人埋伏，幾乎喪命。雖然最終保住條命，但呢件事對吳志雄嘅家庭影響非常大。老婆開始唔再支持佢繼續喺黑道上打拼，兩人因此經常嘈交，甚至一度分居。吳志雄喺面對屋企人嘅壓力同社團責任之間感到非常矛盾。喺第二胎即將出世嘅時候，吳志雄因為蓄意傷人被關入監獄。太太嚟探監嘅時候，吳志雄感到非常內疚。喺坐監期間，屋企冇咗收入，但多咗一個細路，開支並冇減少，生活過得非常艱難。等到吳志雄出監嗰陣，佢真係一無所有，手下嗰班馬仔早已散去，真係人走茶涼。為咗改善家庭生活，吳志雄只好重新攞起大斬刀行返舊路。但佢知道繼續咁樣打打殺殺，唔單止自己冇前途，仲會連累屋企人。呢個時候，電影《監獄風雲》準備開拍，導演林嶺東為咗令電影更加真實，請咗坐過監嘅吳志雄嚟做顧問，仲叫佢揾嚟一班馬仔做群眾演員。嗰陣黑道勢力受到警方打擊，唔少大佬被捕，江湖上風聲鶴唳，冇人敢露頭。吳志雄接拍《監獄風雲》本來只係為咗揾錢，但冇諗到因為呢部電影，吳志雄正式成為娛樂圈嘅一員。喺電影入面，佢飾演監獄大佬藍面，教梁家輝同周潤發講黑話，仲揾嚟幾百個馬仔做群眾演員。電影上映之後票房大賣，吳志雄嘅角色深入人心，正式踏上咗演員之路。1988年，吳志雄憑《監獄風雲》一炮而紅，導演林嶺東順勢同佢再度合作拍攝《學校風雲》，票房亦取得好成績。吳志雄開始喺影視界建立自己嘅名聲，唔單止拍電影，仲開始接觸唔同類型嘅角色，甚至參演咗唔少喜劇電影。佢發現原來自己喺演戲方面仲有一定天賦。1990年，吳志雄決定徹底退出江湖，專心喺影視圈發展。喺拍完《江湖最後一個大佬》之後，吳志雄正式宣布收山。退出江湖之後，吳志雄發現唔少人對黑道故事非常感興趣，當時嘅漫畫行業亦非常火熱。於是佢同牛佬合作創作咗《古惑仔》漫畫。呢部漫畫好多故事都係根據吳志雄自己嘅經歷改編，可以話吳志雄就係古惑仔主角陳浩南嘅原型。1994年，導演劉偉強喺報攤中無意睇到古惑仔漫畫，覺得可以將呢個故事拍成電影。返到片場之後，佢同吳志雄商量翻拍嘅可能性。吳志雄透露漫畫入面好多情節都係以自己嘅經歷為藍本，令到劉偉強更加感興趣。最終由鄭伊健、陳小春主演嘅呢部古惑仔電影正式開拍，吳志雄亦喺片中飾演大 B 哥呢個角色。電影上映之後反響熱烈，大 B 哥一角深入民心。劉偉強見到影片成功，喺短時間內推出續集《古惑仔之猛龍過江》，再度取得好成績。吳志雄因為《古惑仔》系列電影再度走紅，呢個時候佢已經唔再係當年嗰個只知打打殺殺嘅黑道古惑仔，而係變成咗一個備受尊敬嘅演員。佢喺片場認真對待每一個角色，同年輕演員分享自己嘅演戲經驗，甚至幫助佢哋理解黑道人物嘅心理。1997年，吳志雄嘅公司喺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到重創，財務狀況陷入困境。為咗翻本，吳志雄決定去澳門賭場碰碰運氣，結果越陷越深，最終負債累累，甚至要賣埋屋企同老婆嘅首飾，但依然無法還清債務。喺走投無路嘅時候，吳志雄去揾昔日嘅兄弟幫手，但人情冷暖，佢發現連好兄弟都唔願幫佢。幸運嘅係，佢遇到咗古天樂，古天樂一直對吳志雄心存感激，因為當年古天樂被封殺嘅時候，吳志雄曾出手相助，
古天樂為吳志雄還清咗債務，仲俾咗佢一筆錢重新振作。有咗古天樂嘅幫助，吳志雄重新振作，帶住一家人去咗內地發展。佢同朋友喺內地開咗間餐廳，但生意一般，只能勉強維持生活。後來曾經喺慈雲山13太保之一嘅李兆基為吳志雄牽線，幫佢接咗唔少商演，利用大 B 哥嘅名氣賺錢。通過商演，吳志雄逐漸累積咗一定資金，佢開始喺內地投資飲食行業，開設酒吧、火鍋店，甚至以自己嘅名開設咗志雄廚房。喺深圳嘅志雄廚房裏面，貼滿咗吳志雄同各大明星嘅合照，令唔少人感嘆佢嘅人脈廣泛。吳志雄喺內地發展期間，唔單止喺飲食行業有所建樹，仲參與咗唔少慈善活動。佢希望用自己嘅經歷幫助更多陷入困境嘅人。吳志雄曾多次喺公共場合分享自己嘅故事，勸勉年輕人要行正道，唔好誤入歧途。2010年之後，吳志雄逐漸減少工作量，開始將重心放喺家庭同自己嘅健康上面。佢嘅子女已經長大成人，事業上亦有咗自己嘅發展。吳志雄終於可以放低一切，安享晚年。佢同老婆一齊去旅行，享受生活中每一個美好嘅瞬間。如今嘅吳志雄事業成功，家庭和睦，喺娛樂圈中亦有一席之地。佢常常用自己嘅經歷勸人要行正路，唔好誤入歧途。經歷咗大起大落之後，吳志雄終於可以安享晚年。呢段跌宕起伏嘅人生故事，亦成咗江湖上嘅傳奇。